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听话头，知话尾，意思是听别人讲话时爱用心，反应爱好，唔但爱听有，而且爱晓要变巧。理解讲话的人，伊所讲的话，其中真正的含义。你若讲听无，就较好产生误解。啊，讲话是一门高深的艺术，也无听话嘛是一种学问。会讲话的人，互人尊重甲尊敬；会晓听话的人，互人欣赏。像有一寡人讲话就真直接。星座专家讲，天蝎座的人有时为了针对代志解决问题，讲话会真直接，一般拢无歹意。朋友做的人心内介意甲讨厌的感受，会直接讲出来，唔免互你摇。双子座的人因一向拢将复杂的代志用简单的方式去处理，讲搁较济，不如赶紧去做。今日讲的俗语是听话头，知话尾。